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各位嚟臨金文泰中學2011至2012年度社際辯論比賽決賽。而家有請各位起立，恭請副校長鄭太陪同嘉賓評判進場。請各位就座。今次嘅辯論比賽由本校辯論學會主辦，初賽已經喺5月10號順利舉行，勝出嘅係文社以及信社。今日我哋好榮幸。可以邀請到盧明輝博士、校長謝太、以及胡振豪校長。我哋今次決賽嘅辯題係公眾人物需承擔更大嘅道德責任。正方為信社，反方為文社。而家有請雙方嘅辯員為大家做自我介紹，每個社最多有4分鐘嘅時間。首先有請正方信社，你哋有4分鐘嘅時間。首先，好多謝台下3位評判能夠抽空出席今次嘅辯論比賽，擔任評分嘅工作。而對我嚟講，呢一次係我第一次參加嘅辯論比賽，所以而家企喺呢度，心情十分緊張。然而我知道信社能夠喺初賽裏面脫穎而出，實在唔容易，所以我希望一陣友方同學同我方嘅同學都可以盡力而為大家實現一場精彩嘅辯論比賽。多謝大家。首先要多謝評判喺發學生抽空嚟投呢場嘅辯論啦。其實都知道企喺呢個台度係一個好難嘅機會。首先我要多謝咗信社嘅社長俾機會俾我哋，除此之外咧，仲要多謝咗一班嘅社職員啦，同埋負責嘅老師啦，佢哋都俾咗好多嘅意見嚟協助我哋。其實希望喺呢場嘅辯論入面，大家都可以有所嘅得着，為大家帶嚟一場辯論嘅比賽。大家今日見到我哋準備咗咁多資料，其實真係付出咗好多，所以我覺得一切都係值得嘅，多謝各位。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唔該先述翻啲名聲，有冇開心各位排組排有啲有學生嘅手作啦。咁啦，我知道啦，辯論係好得意嘅嘢啦，咁我都好希望我喺呢度咧為大家呈現一啲多謝。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啦，大家好，咁我係今日信社嘅要辯4份班書程啦。咁其實咧，我就好記得以前咧，我就坐喺台下嘅，咁咧就記得喺台上嘅辯員咧都十分之進行咗一場好激烈嘅比賽啦。咁我覺得今日有幸能夠為信社出戰咧，咁我就好榮幸嘅。咁咧希望今日有方同學同我方咧都能夠上一場精彩嘅辯論啦。多謝。唔該信社。跟住落嚟係反方文社嘅自我介紹，你哋都有4分鐘嘅時間。大家好，我係正方嘅反方嘅開辯。
文德嘅梁康，咁啊亦都好高興今日有機會企喺呢個台上面啦。咁以前都真係我真係坐喺下面睇場辯論比賽，咁啊見到啲好多師兄啊，即係好似後面嘅張宇軒同學咁樣，哇好犀利！咁但係原來哇嚟到呢度嘅時候，原來佢哋努力嘅咁成功嘅背後，原來企喺出面講3分鐘好似好威咁樣，哇原來背後要準備幾多個鐘咧？咁所以我都非常之感激佢能夠繼續帶翻嚟帶領我哋啦。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欣賞呢場辯論比賽，多謝。咁多位大家好啦，我就係反方嘅第一副辯3文班嘅楊漢生啦。咁首先今日好多謝評判3位評判抽空出席來臨我哋今次呢個辯論比賽嘅作為評判啦。咁亦都好多謝有方同學同我哋可以喺呢個辯論場上一較高下。我希望我哋大家都可以互相切磋，一齊喺呢一間金能泰中學上面一齊有啲辯論上嘅進步。多謝各位。大家好，咁我係反方第2副辯4文班0點3。首先好多謝評判3位評判咧喺8成鐘抽空出席啦，亦都好多謝有個嘅同學，你哋都講咗我哋嘅心聲出嚟，我哋而家真係好緊張㗎。咁但係點解我哋要咁緊張咧？就係為咗上演一出非常之精彩嘅辯論比賽俾各位同學欣賞。多謝各位。大家好，我係文社反方嘅結辯5信班林瑞玉。其實今日我見到今年咧所有參加社際辯論比賽嘅同學咧，都係啲新面孔啦。咁其實我想講係每一個新嘅辯論員，佢哋行出嚟呢個台前面嘅咧，後面都應該係有一班老神去幫佢哋嘅。咁我想喺度俾呢個機會，多謝我哋我嘅隊員啦，捱更抵夜每日同我哋開會啦，同埋多謝我哋嘅師兄，無論畢咗業又好，或者係啱啱考完文憑試都好，都應該多謝佢哋。最後我就係想無論今次呢場辯論比賽個結果係點樣，我想台下每一個同學都可以欣賞我哋雙方付出無嘅努力。多謝各位。唔該，我哋今次嘅辯論比賽可以舉辦，亦要多謝以下工作人員，包括有主持林卓軒同學、計時員邱海興同學、陳德強同學、楊家燕同學、響鈴員黃文同學、董文燕同學、計分員劉欣婷同學、毛啟君同學以及曾柏成同學。而家將時間交俾主持林卓軒同學。唔該，Cindy。而家先為大家介紹一下今次比賽程序。今日比賽分為4部分，第一部分係正反雙方開辯，第1副辯、第2副辯嘅發言，每一次發言時限為3分鐘。第二部分係正反雙方嘅提問同埋答辯環節，每一次提問同埋答辯嘅時間為25秒。第3部分係自由辯論環節，正反雙方各有2分鐘嘅時間。而最後一部分係正反雙方嘅辯辯環節，每一次發言時限為3分鐘。有關今次比賽嘅限時提示，喺法定時間完結之前30秒，響鈴員會發出鈴聲1次；法定時間完結之後，響鈴員會發出鈴聲2次。法定時間完結之後，會有5秒嘅緩衝時間。緩衝時間過後，每過5秒鐘，響鈴員會發出鈴聲1次。每一次鈴聲代表同學已經被扣5分。喺法定時間完結15秒之後，響鈴員會發出多次斷續嘅鈴聲。喺呢個時候，同學必須停止發言。關於今次比賽嘅賽例，所有代表不得作出任何人身攻擊、粗言穢語或者一切粗莽行為。如果有呢個情況出現，主持有權終止佢嘅發言，甚至取消佢嘅資格。喺比賽進行期間，辯員不得與台下觀眾有任何不當嘅交流。如果有呢個情況出現，主持會立即制止。
如果警告之後再犯者，將會被取消資格。最後請各位辯員注意，喺發言之前請先向計時員示意，先可發言。而家比賽開始，先係第一部分，正反雙方開辯，第一副辯、第二副辯發言。先有請正方開辯，信社。發言時限為3分鐘。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年年初，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鬧香港人係狗，引起香港社會譁然，兩地網民相繼互相攻擊。台灣前總統陳水扁細段貪污弊案，社會為之側目。呢啲發生喺公眾人物嘅事情，深入民心，而影響廣泛。而今日嘅辯題就要討論作為公眾人物，應否承擔更大嘅道德責任。首先，我哋需要清楚明白兩點：一，所謂公眾人物，即係具有一定嘅社會知名度同影響力，佢哋喺社會上面擔當重要角色，佢哋嘅決定一言一行都係足以牽涉到公眾利益。而今日我方所討論嘅公眾人物，包括政治人物、演藝人物、政府官員以及商界領袖等等。二，又何謂道德責任呢？首先，傳統認為仁、義、禮、智係道德嘅基本含義。正如孟子解釋為惻隱、善惡、羞惡、是非之心。簡單啲講，道德係正常行為嘅規範，係判定是非善惡嘅準則。而責任意志，責任即係指份內應該做好嘅事，例如市民遵守法律、父母養兒育女、兒女孝敬父母咁。至於更大嘅道德責任，我方認為有3大要求。首先，作為公眾人物，佢哋嘅言行應該要避免對公眾利益，例如對公義法治、社會價值觀帶嚟負面影響。其次，佢哋喺任何時間，即係工作上、公開場合，甚至私人生活，都要謹守以上所提及嘅道德標準。最後，我方認為佢哋應該時刻以身作則，唔一定話要做到後世景仰、千古典範，但至少佢哋唔好帶頭做壞榜樣。而今日問題嘅關鍵係在於，當公眾人物嘅言行足以影響廣泛嘅公眾利益，有能力改變社會嘅道德價值觀同風氣，佢哋就需要承擔更大嘅道德責任。正如南京大學教授顧叔所言，公眾人物嘅言行同現象關係到社會嘅公德，因而需要以更高嘅道德價值觀嚟對待。由於公眾人物能夠透過自身嘅社會地位、政治權力同傳媒嘅力量，將自己嘅言行、思想傳到公眾層面，從而影響社會，於是今日辯題成立。接落嚟，我方副辯將會為大家展述公眾人物嘅影響力，以及公眾利益如何受影響。最後，請問凡方同學，面對住社會上面種種嘅道德問題出現，公眾人物言行備受注目，點解佢哋唔應該承擔更大嘅道德責任呢？多謝大家。正方開辯發言時間為3分04秒，發言冇超時，冇被扣分。接住落嚟，有請反方開辯發言，發言時限為3分鐘。Testing。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作為反方，我有必要向大家解釋清楚辯題，以免大家被正方堆砌出嚟嘅印象所蒙蔽。首先，有方舉嘅例子，孔慶東、陳水扁只係公眾人物入面其中一部分。要知道，其實公眾人物可以分為自願性同埋非自願性兩種。呢一點對於今日嘅辯題至關重要，因為除非有方同學證明無論自願定係唔自願，公眾人物都一律要承擔更大嘅道德責任，否則辯題就絕對無法成立。
就好似張柏芝3歲嘅仔、巴士阿叔呢啲非自願成為公眾人物嘅人為例，呢啲人需唔需要或者點解需要承擔更大嘅道德責任呢？我期望聽到正方正面嘅回應。其次就係今日辯題嘅焦點，公眾人物要承擔更大嘅道德責任，究竟係相對乜嘢而言呢？有方一味提及係相對一般人而言嘅平台，貌似有理，但事實上要正立呢條辯題，仲有一個不得不被提及嘅平台，就係相對現時而言，公眾人物係咪需要喺將來承擔更大嘅道德責任呢？縱然有方喺第一個平台上高雄辯滔滔，但係掩飾唔到佢哋對辯題嘅扭曲同埋無知。另外，有方同學要證明辯題成立，除咗要回應上述問題，仲有2大條件。第一係要證明而家公眾人物所承擔嘅道德責任並唔足夠。今日有方同學審視辯題嘅角度非常狹窄，對辯題字眼更大嘅理解係流於片面。有方同學一開始不斷強調公眾人物需要承擔更大同埋更大嘅道德責任，但喺討論承擔更大責任之前，我哋係咪應該先討論咗佢哋而家承擔嘅責任足唔足夠先呢？假如而家承擔嘅已經足夠，又要佢哋負更大嘅責任，就好似一個罪犯俾人判咗終身監禁，有方硬係認為要判多佢10年監，簡直係不切實際。因此，有方一日未能論證現時公眾人物承擔嘅道德責任唔足夠，今日嘅辯題就絕對無法成立。我方一副稍後會為大家加以論述。第二係要證明公眾人物仲主宰緊社會嘅道德風氣同埋價值觀。揭開有方嘅底牌，就係將社會一切嘅現象都拉到公眾人物嘅影響度。我方對此非常質疑啊！的確喺以前嘅社會，知識水平唔高，資訊流通性低，公眾人物嘅影響力可能唔細。但事實上，隨住教育水平同埋資訊流通性上升，公眾人物嘅影響力正喺度不斷消退，根本就冇有方講到咁誇張。